继续来看基隆市长的选举，即摆伫个真侪重要的路口，拢已经看到民进党的参选人董主委的看板，但是现任的市长谢国良一块看板拢无看到。国民党的市党部今仔日开记者会讲，要选的毋是视觉宣传，是要选出到食会当为人民来负责。那董主委为着要互市民更加熟悉伊，早起一透早徛伫个路口，甲选民拍招呼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大家上班辛苦喽。甲市民讲上班辛苦咯！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董主委今日透早6点半，甲经过选民微笑的手拜票。有一点久没有站路口哦，今天一开始站起来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陌生的，可是看到好多这个市民朋友都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，不怕吵到有一些在休息的人，维持一个经过可以听到1、2就好。一行10外人徛伫路口，举牌啊用麦克甲过路人拍招呼。伊也毋过董主委提醒工作人员要注意音量，避免扰民。团队人员手举大细支牌啊，看边啊，还佫有举头看过去。感谢，再感谢。大型看板挂伫国民广场附近的重要路段，基隆市区嘛拢看会到。现任的市长国民党的谢国良加正低调，毋但大家首项还看袂到伊竞选的看板。面对记者提问，伊讲现阶段以市政为主，不是看谁的看板挂得比较快。比较多，政见内容也尚未对外说明清楚，就先大规模的来布设看板了，只会让市民看到包装，却看不到实质的内容。国民党市党部今仔日以董主委登上基隆看板王为主题开记者会，讲选的毋是宣传，是市民会当为民负责。针对这点，董主委有回应。刚宣布参选，我们本来就应该多让市民朋友认识我们，理解我们在参选的理念，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阳光活力。还是很寒冷，请大家一定要多穿衣服。虽然两人分享哪里个阵营，选前的步调嘛无共款，伊也毋过拢正积极地参加地方的活动，甲选民互动，布局2026的选举，要争取市长的保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